好啦，喺度咧先祝大家咧就呢個母親節快樂吓。咁希望大家咧可以過一個溫馨、窩心、愉快嘅母親節。如果仲有母親嘅咧，咁好好珍惜咧呢個報得三春暉嘅日子啦。可以同我咧屋企人咧就去出去食下飯啊，飲下茶、傾下偈啊，咁樣啦吓。如果好似小弟咁咧就母親已經過咗身咧，咁就冇計啦。咁唯有追懷一下啦吓。今日咧就小弟都要同即係我太座嘅母親，即係我外母大人，即係我太后駕到啊，就去呢度去嗰度去啦，過母親節啦。佢呢排嚟咗台北探我哋。今日就母親節咧，仲一齊去飲茶啊，一齊去食啲好有台灣風味嘅嘢啊。咁呢啲啦，跟住行下啲迪化街啊、Killy Club 咁嘅嘢。都所以都要錄影啊嚇，呢一排都係似錄影多啲。我盡量都希望每日都有嘅，但係睇下精神狀態啦嚇。今日咧都會有嚇。所以咧就都同大家預告咗先。亦都要同大家講聲咧，尤其 Patreon 嘅用戶，真係如果真係唔好意思，呢兩日咧就真係忙到傻下咧，又要機場接機等都等餐懵咧。咁就呢個禮拜六日出街嘅由清園隨上咧就會暫停啦嚇。咁同埋咧就我太座嘅陳仲雄嘅漂流記咧都會暫停。咁嚟緊下個禮拜咧嗰個見字如晤咧都要暫停嘅咁就至於話呢個貓頭鷹筆記咧我契細佬咧就游青山咧就應該盡量會同大家傾偈嘅，不過未必日日得，咁可能係2、3日啦嚇。咁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嚟緊個禮拜都會有咁嘅情況嘅。咁另外呢個我同我太座一齊做嘅節目咧，即係囉囉嗦嗦兩公婆咧呢兩集咧今日同埋下個禮拜日咧都係暫停嘅嚇。希望又係大家多多包涵。好啦，今集講咩咧？就係講咧呢個世界大戰。喺母親節講世界大戰，真係好似有啲唔係幾好喎，但係唔係，就係世界大戰未必打得成，多數打唔成，因為中共唔打得，因為習總唔打得，佢哋唔單止自己唔打得，亦都冇人幫佢打，就反而係咁。係點樣睇到咧？係最近一件好危險嘅事，好兇險嘅事嗰度睇到嘅。呢單咁兇險嘅事咧，就係呢個印度同巴基斯坦嘅爆發嘅軍事衝突。可以話咧變咗呢個美中大戰嘅前傳㗎，即係好似星球大戰前傳咁，好犀利嘅。變咗美中大戰前傳，咁咧犀利啦。咁結果係中共係恥辱性慘敗美帝咧係大獲全勝，肯定係1000%可以 KO 中共嘅。你話犀唔犀利？呢個好消息。但係種 KO 模式咧唔係話打大仗，而係令到習總唔敢打仗，令到中共唔敢打仗，亦都唔打得㗎嚇。咁所以咧，其實表面上好似好慘情，咁當然我唔係嘅，真係會打起上嚟啦。但係表面上好慘情，但係實際上咧係好平靜，歲月靜好即係危中有機，反而可能係咁嘅好事。呢件事突顯出咧，中共係唔夠砌，亦都突顯出咧，美帝咧係絕對壓倒性可以壓住。你唔好以為咁過癮，你唔好以為咁過劑，其實咧就好閉翳，就係咁啦。所以要同大家講翻呢一單表面上係壞消息，實際上係好消息嘅嘢。好啦，嚟啦嚇，各位。最近咧，各位有一單嘢就係頭先講嗰樣啦。查實係好很危險㗎，好很兇險㗎，即係地球很危險㗎。可以話隨時都會引發咧大戰，甚至乎係世界大戰，甚至乎係末日核戰。真係慘，核彈戰爭啊！咪講笑啊！事關咧，印度同巴基斯坦咧就爆發軍事衝突。佢本身咧好似兩個窮鬼喺度打交咁，其實唔係嘅。呢兩個窮鬼好得人驚，即係咧一個葉繼歡，一個咧就張子強嚟。你話死唔死啊？一個有 AK-47，另外一個有炸彈嘅，即係嗰種啊。事關印度同巴基斯坦雖然窮，
佢哋兩個都有核子彈，一個唔覺意發窮惡咧，打起上嚟掟，一人掟個核子彈去對方嗰度咧，你都咪哇！咁所以好得人驚就係咁啦，係咪？而且佢哋有宗教信仰嗰邊咧都幾大矛盾嘅，咁呢個先至係所以好大鑊，好大鑊。咁啊，而且大鑊在咧，佢哋好似有互相嘅大佬嘅。印度咧個大佬係美國，巴基斯坦嘅大佬咧就係中共。啊，印度咧，因為近年咧感覺印度總理莫迪咧，尤其係佢又好似擺出嘅姿態越嚟越親美嘅嚇。雖然之前同俄羅斯嘅關係好似幾好，而家疏遠嘅。啊，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信息嚟㗎。啊，同俄羅斯都疏遠，同普京都疏遠咧，更加唔會俾面你習總。嗱，由於印度係越嚟越親美，而巴基斯坦咧就越嚟越依賴咧中國。咁而家死啦！而家出爆咗咁嘅嘢，爆咗咁嘅軍事衝突，咁究竟可唔可以擺平到印度巴基斯坦嘅咁大領落嘅軍事衝突咧？啊，就被世界各國視為啊，邊個先至係世界一哥嘅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就係咁啦。當然而家世界一哥都仲係美國啦，但係咧因為近年咧，尤其阿川普即係搞呢個對等關稅之後咧。啊！搞到世界個個好多人都好唔開 happy，又講埋晒啲咁嘅説話，要加拿大做第51州啊，要攞咗格陵蘭啊，又要收翻巴拿馬運河啊，又呢條路咧，咁搞到好多國家都好 alert 啊，亦都好似同佢唔啱。咁喺呢個時候，習總就扮晒大佬啦。好似中共都扮晒東升西降啦。我而家要攞啊！我而家反對霸凌，反對單邊主義，反對呢，反對路，我哋要團結埋一齊。去對抗霸凌行動、霸主霸道，我哋去對抗單邊主義，即係佢而家做呢班人嘅一個扮晒呢啲嘢，一夜過啊嚟嘥氣。你最近淨係去紅場嗰度閱兵，蹦住阿普京，又話自大家係企喺真理嗰邊，佢咁樣，你試問北約、歐盟嗰班情何以堪？即刻同你唔妥啦！實際上歐盟嗰個外交部長都即刻同你唔妥啦，就話我哋唔贊成咁樣㗎，留俾有路。咁你已經知道啦，你又想團結想料歐盟蹦埋你嗰邊都冇可能嘅。不過人蠢真係冇藥醫嘅，係嘛？黨蠢咧就成集體變乞衣啦，集體做乞衣啦。人蠢冇藥醫，黨蠢啊做乞衣，就係咁啦。個情況就係咁啦個結果都係咩咧？呢個所謂指標，世界嗰個指標咧，結果就係中共輸咗，結果係習總輸咗，而且咧仲係輸得好狠金嘅啫，真係啊，真係金過8兩金，金過 Forest 金，金過潮州金嘅啫，就係咁啦，即係甚至乎可以話係恥辱性慘敗。咁另一邊廂咧，美國咧就可以話大獲全勝，而住川普咧。真係其實係阿盧比奧嘅功勞嚟嘅，即係美國國務卿。不過咧，佢話晒係佢大佬啊嘛，川普咪可以威水版啦，係方向冇威水版，又中馬啦，又中3T 啦，即係嗰種咧就可以廿無，係嘛？亞支亞佐扮晒大哥，仲威過威化餅，威過威士忌，威過威司令。即係威過海洋公園嘅吉祥物威司令，有咁講咧？嗱，話說咧，川普喺佢嘅社交平台嗰度大聲話，即係佢 Truth Social 嗰度啊，佢話經過美國漫漫長夜嘅斡旋談判之後，我好高興咁宣布，印度同巴基斯坦已經同意全面兼且立即停火。恭喜呢兩個國家展現出common sense 同埋 great intelligence 即係呢個 common sense and great intelligence， 即係展現出常識有常識大家唔好講笑，common sense is not that common 即係 common sense 唔係咁 common，唔係個個有㗎個 great intelligence 有高度嘅智慧，哇！真係咁樣讚，其實真係讚自己，我搞掂啊，各位即係嗰種啦，唔好理佢啦啲老細通常都係咁認屎認屁嘅，但係其實主要係盧比奧你見佢幾努力就知啦。而中國咧，真係魚皮
就係由外交部咧發聲明，好似扮嘢啦嚇，即係好似自己都好掂啊嚇。佢點講咧？佢就強烈呼籲印巴雙方咧以和平穩定大局為重，保持冷靜克制，回到以和平方式政治解決嘅軌道，避免採取令到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嘅行動。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廢話咯，即係廢過固體廢物嘅廢話咯嚇。即係廢過廢氣嘅廢話咯嚇，即係廢過廢柴嘅廢話咯嚇，即係講咗等於冇講嘅廢話咯，即係等於咧啲明星咧切生日蛋糕咧之前吹蠟燭之前 make a wish 咧就係世界和平嗰種廢話咯嚇。你有冇做過咩嘢啊？冇噶嘛，係咪？真係慘啊！即係你可以睇到咧，見微可以知著，邋遢好邋遢嗱。如果簡單啲講咧，長話短説咧，即係話咩咧？即係話中共咧，或者可能可以叫得住巴基斯坦，但係印度咧就肯定咧唔係好俾面佢，唔好俾面，叫唔住印度嚇。相反咯，美國啊，唔單止叫得住印度而巴基斯坦明明係你中共條靚啊扮晒嚇，呢次反而係聽盧比奧之笛喎，搞咩咧？係嘛？咁即係話你中共恥辱性慘敗，美帝大獲全勝，亦即係話美帝1000%KO 你中共。咁個中原機喺邊度咧？嗱，首先大家要知道，印度一直咧都係同中共有邊境衝突嘅，又出狼牙棒，又出關刀咁樣，呢個又玩瑜伽彈下彈下，一齊攬住跌落山崖嗰隻咧。好細好小學雞嗰啲咧嚇，但係點講都好都有衝突。咁因為大家又唔想用槍啊，唯有用狼牙棒嗰類啦嚇。咁呢啲啦嚇，咁但係都好兇險嘅，但一路都冇停嘅嚇。咁咧冇進一步升級咧。如果站喺印度嗰邊去睇咧，即係站喺莫迪嗰邊去睇啦嚇。喂，佢都係靠俄羅斯咧先至叫做冇同中共炒大鑊嘅啫。我俾面嘅普京嘅啫嚇。就係咁啊！我先唔喐你啲咁嘅雜廢柴，我唔喐你啊！你要就粉腸真係你又似你啊！你踩到上心口不過普京叫住我咁啊算啦嚇。但係一個酸梅兩個暈，今時唔同往日。事關根據紐約時報嘅報導印度咧查實對俄羅斯嘅武器依賴咧近年係減少咗一半以上嘅嗱。紐約時報就提供資料話，2006年去到2010年期間咧，印度大約有80%嘅主要武器咧都係嚟自俄羅斯。但係喺過去嗰4年，呢個數字已經降到去得返38%，即係跌咗42%。即係話咧，以前100碌大炮咧，有80碌係嚟自俄羅斯嘅，家下得返38碌，有42碌唔要你噶啦。咁啊情況去咗邊咧？嗰啲飛機大炮搞咩咧？原來咧印度一半以上過去4年嚟計，印度一半以上嘅武器進口咧都係嚟自美國，呢個就係主要嘅同埋其他仲有少少嘅咧就係法國同以色列等等嘅盟友。咁即係話印度同俄羅斯就越行越遠，莫迪同普京就越行越遠。咁莫迪同普京都行到咁遠咯，佢使咩俾面你中共啫？使咩俾面你習總啫？唔使俾面你係嘛？咁梗係俾面美國啦咁呢個自然就係咁啦。即係印度呢邊唔使講啦大家都知道一定係崩晒美國嗰邊嘅啦亦都唔需要再俾面啦連俄羅斯都冇關係啦，更加唔需要俾面你習總。好啦，巴基乜坦嗰邊又如何咧？紐約時報話，根據呢個密切研究全球武器流動嘅斯德哥爾摩唔係症候群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嘅資料顯示咧，喺21世紀中期
中共提供嘅武器咧，只係佔巴基斯坦武器來源嘅38%，好得意啊，同印度條數啱啱倒轉㗎。但係喺過去嗰4年咧，呢一個比例咧已經由38%升到去80%。印度咧就係嚟自俄羅斯嘅武器咧，最初係80%，後尾跌到得翻38%。巴基斯坦嚟自中共嘅武器咧，最初係38%，而家去到升到去80%，都係4年間嘅事。所以如果你咁睇咧，照牌面照計點講都好咧，巴基斯坦咧真係會聽中共支笛嘅喎，蹦咗埋中共嗰邊嘅咯。但係呢次反而你睇中國外交部嗰個聲明就知道啦，都唔敢認屎認屁，不嬲都想認屎認屁噶嘛，唔敢認啦。咁即係巴基斯坦都冇拜佢啦，但係而家阿川普講到咁，講到話即刻停火啦，全面停火啦。咁即係巴基斯坦係俾面美國啦，唔係俾面你中國啦，因為中國外交部都冇話自己成功爭取啦，反而係川普話自己成功爭取，即係巴基斯坦係俾面美國，唔係俾面你中國。咁你死唔死啊？係嘛？好啦，個中原因係點咧？個中原因咁其中一個都幾重要嘅原因就係巴基斯坦嘅空軍查實係好依賴美國巴基斯坦咧一直都係大手買入美國嘅 F-16戰機，F-16已經夠砌㗎啦，對付中共嗰啲軍隊啊，對付嗰啲嘢咧夠砌㗎，因為叻過中共啲飛機㗎，基本上你唔好睇小佢。F-35更加係啦，不過美國咧係唔會俾 F-35戰機咧係巴基斯坦嘅，因為呢係第5代戰機最叻嗰啲，佢係會俾最親密嘅盟友，譬如話北約。譬如話呢個日本就有好多 F-35戰機，譬如話南韓都有，呢最緊要嘅戰略盟友咧就係咁巴基斯坦唔係，佢咪俾 F-16你咯咁亦都冇理由俾咁多你對付印度㗎，佢都要對沖㗎，咁即係對同個情況同保衛性強啲，即係你都勁，情況同台灣都係攞 F-16戰機嗰種情況。咁呢個原因當然都重要啦，因為而家現代戰爭，尤其第2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俾大家睇咧，空戰係一個好重要嘅領域。咁當然咧係海空戰，所以點解話海軍陸戰隊係咁威咧？就咁解。海空戰將來可能係呢個網絡戰啊、AI 戰啊另計啦嚇。咁但係如果正規戰、常規戰咧，都係睇海空戰，唔係陸戰噶啦。第1次世界大戰仲係陸戰。嗰陣時都係主要係歐洲戰爭啦，所以係陸戰。咁但係第2次嘅已經講明咧，其實係海軍同空軍好緊要，尤其係空軍。海軍當然緊要啦，但係佢有海軍最緊要嗰個係航空母艦戰鬥群。譬如航空母艦叫 aircraft carrier， 其實佢係愛嚟運載戰鬥機。運載戰鬥機即係其實佢係一個移動喺海上漂流、海上移動嘅機場。可以去到咧世界山卡拉無遠弗屆角落咧，去當咗個機場咧，俾啲戰鬥機可以起飛喺近距離狂轟濫炸，呢個先係最重要嗰個組合啊嘛，立體戰嘅一樣嘢啊嘛，而唔係好似以前咧將海陸空軍咧切開嘅，而家唔係，將來更加唔係啦，係4D 戰爭啊、5D 戰爭啊嗰啲咁嘅嘢啦。咁而家個情況咧，你可以睇到，佢而家就係玩緊呢樣嘢啊嘛。玩緊呢樣嘢啊嘛，咁都要一定要即係要聽一聽美國支笛啦，即係因為緊要空軍。不過呢個古仔呢個故事咧，更加重要嘅信息，更加重要嘅原因，即係巴基斯坦點解會俾面美國？更加重要嘅原因係咩咧？或者更加重要嘅信息反映出啲咩問題咧？各位。呢個故事個中更加重要嘅信息係，但凡遇到軍事衝突，查實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國家都仲係睇美國頭嘅，都仲係睇美國頭，唔係睇你中共頭，冇可能。就連阿習總辦晒咧，上晒床通晒坑渠嘅希希普京一齊站喺真理嗰邊嘅希希普京咧。呢條咁嘅串個碼頭咕喱嘅
KGB 阿頭咧，呢個秘密警察阿頭咧，佢都唔敢當面同阿川普 say no，當然唔會當面吉佢啦，而且咧都要做樣咁做都要扮晒停火，我同意同意扮晒和談，我同意噶。最近都起碼咧意思咧都停火3日，咁雖然北約嗰邊歐盟嗰邊G7嗰邊要求佢停戰，無條件停戰30日，跟住埋台傾偈，佢當然唔肯啦，但係都要俾面美帝。你唔會話你條茂你都戇嘅，我睬你都傻啦，即係嗰種啊嘛，唔敢。你係知道咧，佢唔係俾面川普，佢係要即係礙於懾於美帝嘅力量，到而家為止都係無堅不摧，就係咁啊嘛。咁啊結論好簡單啦，就係咩咧？如果話印巴軍事衝突係美中大戰前傳嘅話咧，家下美帝表現出嚟嘅咧，就係孫子兵法嘅至高境界，就係咩咧？就係不戰而屈人之兵，呢7個字，不戰而屈人之兵，即係佢無需真係埋牙打仗開戰，而係可以屈人嘅一隊軍隊，屈服人嘅一隊軍隊。不戰而屈人之兵，我係唔使打，唔使用劍噶，我動支兵喺度，你已經賴屎賴尿，嚇到賴屎賴尿噶啦，即刻扯白旗噶啦，即係冇白旗咧都除條底褲出嚟咧，好似少林足球咁，大師兄咁除條底褲出嚟投降。雖然條底褲有黃跡，但係基本上都係白色嘅，都係算扯白嘅。雖然自己要做最終咧，自己要笠住係落頭，就係咁啦。但係問題就係咁啦，都係不戰而屈人之兵。好咯，咁你中共又如何咧？中共啱啱倒轉，真係啱啱倒轉，係咩咧？係屈人而不戰之兵。咩叫屈人而不戰之兵？成日喺度老屈人，成日喺度生安白做。你睇香港就知而不戰之兵而係唔能夠戰鬥，唔能夠打仗嘅兵，佢係屈人而不戰之兵。美帝係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共係屈人而不戰之兵，根本都冇得打啦，係咪？總之有朝一日，如果美中真係開戰嘅話，恐怕都冇乜邊個國家會企喺中共嗰邊，會幫中共，會幫習總。只係習總個老友普京仲好似會幫咩？佢幫你唔死嘅，會幫你快啲死。佢甚至乎會老翻絕鬥有機會老翻咧。一個先例就係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即係英法聯軍打入去北京嗰段期間啦即係火燒圓明園，誰令我威風掃地呀？誰令我火光四起呀？嗰個時候就係嗰個時候啦。佢趁你病攞你命趁你根本無暇兼顧咧，俄羅斯就乘機逼中國，當時嘅滿清政府啦，當然逼中國簽一條不平等條約，叫做皋輝條約。呢條友咧真係就 cheap 到冇朋友，俄羅斯不嬲都係咁，就霸佔咧東北100萬平方公里嘅土地。100萬平方公里嘅土地係咩概念大家唔中意去日本咧，香港人唔中意日本。日本其實都幾大嘅，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坐飛機咧，你都要可以有內陸機飛嚟飛去坐子彈火車由東京去京都都要2個零鐘。大家知道子彈火車啦去北海道更加遠啦，咩都你大家都知，好大嘅其實日本。100萬平方公里係3個日本，3個日本係3個日本，竟然可以咁樣吞你。其他都係攞勢力範圍嘅，你諗下，美國嗰陣時都未有參與添係咪？當然有望下條約諸如此類嗰啲啦，即係利益均沾嗰樣嘢啦。但係佢嗰陣時未侵佔你任何一寸領土，大家要記住，係邊個搞你多啲咧？請問係咪？你可以咁樣睇啦。咁即係話咧，如果真係有朝一日美中真係開戰嘅話咧，第一個
趁你病攞你命嘅國家咧就係俄羅斯。普京隨時都會落柯打，叫俄軍，哇，仲唔去馬？即刻揮軍南下，哇，策馬長城，哇，犀利啦！殺入山海關，殺入嘉峪關，殺入去北京都未定啊！唉，真係啊！跟住起碼就算唔係殺入北京，都攞多啲土地，又佔領你多啲土地。啊，習大大即係叫史大大，阿史大大，阿史大大，史大大，阿史大大，我問你屎未？真係啊！總之個結論真係好很簡單，就係話咩咧？中共自己固然唔打得啦，而家都冇人同佢打，自己又唔打得，跟住吹雞，原來係冇人嚟，得翻自己去打。但係咧，美帝嗰邊咧，唔單止美帝隻抽已經打贏你啦，冇得打啦，都係吓，而且美帝都唔使自己抽你，佢身邊大把人，有日本、南韓唔好計啊，有日本、有台灣、有呢個越南、有菲律賓啊，亦都有其他盟友，就算唔係打埋一份嘅，都會蹦喺後邊以壯聲威，咁以發揮呢個不戰而屈人之兵嘅效應。即係話咧，呢個孱仔強啊，對住一條友，突然間對住對面咧有20-30人，個個手瓜起錢，6嚿腹肌嘅。啊，坐企 C 位個叫做美國佬、美國仔，哦，唔單止6嚿腹肌係6尺5寸高，胸肌係50幾寸，啊，手臂20幾寸，啊，即係嗰種咧，跟住8嚿腹肌，問你死未？即係嗰種啊嘛，跟住其他日本仔，哇，個個真田廣之咁樣嘅，咁點搞咧吓？跟住韓國仔又嚟，有奧巴，個個都好勁嘅，係嘛？李正宰咁樣嘅吓，或者李炳憲咁樣嘅。咁點搞啊？嚇，你唔掂喎，魷魚遊戲咩？你唔夠玩噶嘛？如此類推，就越南走，一個人有一 pair 嘅，一個叫龍鳳配嚟嘅，一個叫北漏，一個叫洞拉，男嘅北漏，叫女叫洞拉，即係仲有一個女仔，三人幫人木精，男人，另外一對組合嘅男人叫木精，女人叫濕妹，係嘛？越南可未出8個人，出4個人就幾好啦。北漏、洞拉、木精、濕妹，哇！你仲有賓仔咧，係嘛？Freddie Aguilar 又嚟，Marcos 又嚟，馬可斯又嚟，咩又嚟？咁點搞啊？係咪？Sammy Gill 都嚟埋，咁又點搞啊？好多人㗎，你即係就係咁啊！即係得個排頭出嚟，你都冇得打啦。係唔係18國聯軍啊？係18國聯軍、28國聯軍、38國聯軍，甚至48國聯軍啊？乜試問啊？你中共點夠美帝砌咧？唔該你收埋去啦。嗱，從呢個角度睇咧，好事嚟㗎。好事咧，你自己知根本冇得打咧，你咪耷低頭夾住條尾巴，翻屋企瞓咯。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就係奇啊咁啊嘛。所以咧，小弟就話佢表面上係壞消息，其實係好消息嚟。所以喺母親節呢個日子講咧，都唔係喺度搞震，講埋晒啲唔等使嘅嘢，講埋晒啲唔開心嘅嘢，唔係，其實係開心嘅，係開心消息。我希望大家咧要咁樣查，咁即係話咧，中共知道習總睇到係冇得玩，冇得玩你就乖乖地與人為善，大家方便，即係等於而家嗰啲咩何立峰啊、黃小紅啊，即係何立峰即係經濟即係副總理啦經濟沙皇啊，黃小紅就係刀把子啦即係呢個公安部部長啦、政法委副書記啦佢啲傾呢啲嘢，一個傾芬太尼，一個傾貿易啦關稅啦，咁呢啲啊嘛，咁佢死氣都要傾，點道你唔傾啫？嘥氣啦，人哋已經埋緊周啦，英國佬又簽啦。日本仔都真係睇怕都好快簽噶啦，印度反而可能要好多濕碎要傾，係嘛？咁韓國冇咁快簽嘅，因為始終要選舉後先至會要搞得掂，而家都唔知邊個負責簽，如此類推。咁但係好快好多嘢都有得傾，越多國家簽咧，你就越孤立，越孤立咧，你就越冇牌打，越冇牌打你就越輸得多。
到頭來咪一樣，最慘咪到頭來一樣要簽城下之盟啊嘛，咁你有咩計啊？咁而家就係問題係盡早止蝕係最緊要嘅。有機會再同大家拆一拆咧呢個即係關稅戰啊、貿易戰究竟有咩巧妙啦嚇。總之再一次咧趁住母親節咧，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同你哋嘅母親咧開開心心咧，溫溫馨馨咧過翻一日嚇。好，Happy Mother's Day 拜拜啦，OK，拜拜。